來看中華的頭一棟青年主體呢，是按算今年5月要來完工，分做12坪甲28坪，這計數對360萬到870萬攏有。這陣嘛是開放民眾來申請，不過有人說認為講這計數呢傷貴啊，對青年買厝其實幫助是無介大的。因那縣府呢是表示講，其實每一坪這計數已經俗過行情，雖然有人話貴，也唔過申請的人也不哩啊濟。工程人員無用咧趕工，這棟8層樓高地下1層起佇園林的新大樓，是中華頭一棟青年主體。縣府按算今年5月完工，目前正咧開放受理民眾申請買厝的資格，計數上低369萬，上懸877萬。有人認為計數也算合理，嘛有人講安尼計數買厝壓力也是真大。我看足多人來看誒。計數若要佇這地點，你感覺可以無？還可以啊，價格還是有點高一點，會期待政府定價會再低一些。就我知道彰化要接近10萬才買，現在說根本就買不起。縣府表示，園林青年主體攏總有42戶，小坪數的厝型計數是369萬至406萬，大坪數的厝型是798萬至877萬，一坪平均無到30萬，比市場新厝的計數俗。就買厝的中人指出，同款的計數比較落來，大家可能會買中古厝。目前員林中古屋的市場近1年的單坪大概是落在28.76萬元，跟我們員林青年住宅27到28萬元其實是不相上下的。但是我們的年輕人會考慮我們的坪數限制，然後轉戰我們的中古屋市場。申請人必須為20歲到45歲，涉及彰化縣累計滿3年，家庭成員均無自有住宅，名下土地現值總額不超過新台幣1000萬元。縣府指出，中華規劃干那賣無要租的青年主體，主要是希望少年人會當住佇中華、留佇中華發展。目前申請人數真踴躍，民眾表示，長期來看都愛提懸中華的薪水收入，才會當解決中華少年人口外移，增加民眾留佇中華發展的意願。記者楊淑靜，中華報道。